現今世代，人類上面充斥住儀式感呢三個字。食嘢需要儀式感，工作需要儀式感，男人同男人之間嘅儀式感，女人有女人之間嘅儀式感，男女之間就更加需要儀式感。咁揸兩碌需唔需要儀式感啊？嚟緊為大家介紹嘅呢部車，正正就代表咗咩係屬於兩碌嘅儀式感。一切起源於雅馬哈喺1976年推出嘅 XT500，作為一部拉力賽嘅賽車，喺極端嘅環境，引擎一定要襟磨爛砌小故障，越簡單越少嘢整，電子嘢可免則免啊！腳踏車最可靠，跑得拉力賽沙石雜物就少不免，乾式油底殼設計就最合時宜，盡可能升高同縮小引擎空間，避免石頭雜物同埋複雜嘅地形浪穿引擎底部。所以設計團隊將機油儲存空間設計喺車架前段入邊，一嚟引擎變細咗，離地間隔又多咗；二嚟安全性大咗之餘，仲減少離心力而導致機油供應中斷；三嚟重量又偷輕咗，咁俾心機設計出嚟，回響梗係唔差啦。喺非洲同埋卡達拉力賽入邊展現咗出色嘅性能同埋極少嘅故障率，令到雅馬哈成功打開北美同埋歐洲嘅拉力車市場。勢頭咁好，咁不如開多飯啦！70年代中期，全球電單車市場經歷緊大變革。正當高性能多缸車款開始崛起，本田卡華玩六缸領又玩轉子嘅時候，雅馬哈反其道而行，喺1978年推出 SR500， 主打簡約有型嘅駕駛樂趣。除咗國外市場，仲考慮埋日本本土嘅駕照分級制度，400cc 以下屬於中型車，稅同埋考牌門檻都較低，促使雅馬哈同年推出 SR400。精準鎖定嗰啲追求實用同埋型格兼備嘅年輕騎士，殺埋本土市場嘅初代 SR400， 不同於其他舊式腳踏車，每次腳踏都要估下，仲要新水新汗。雅馬哈同時將簡約嘅理念加入機械結構入邊，喺腳踏裝置度加入減壓嘅系統，只需要拉一拉左手嘅減壓手掣，右腳撩兩撩，見到引擎頂嗰點嘢出現，再發力踩進佢，澎湃嘅啵啵聲立即令車主為之一振。就喺呢種高成功率而又充滿儀式感嘅着車方式，加埋精緻嘅漆水同埋用料，簡單而有經典嘅外形，深得一眾年輕騎士嘅喜愛。除咗一班新手，連一眾改裝老手都俾 SR400 嘅強大改裝潛力吸引，令到歐美改裝喺日本慢慢盛行。呢個過程 SR400 都可以話功不可沒。一向玩開歐美改裝車嘅人都會遇到一個問題，就係零件下下都要外國進口，價錢貴唔再講，仲要有排等。相比 SR400 呢部本土車揾零件，除咗價錢平一截之外，又快手，加上 SR400 天生好改，唔碌到車架前段，基本上你點搓圓撳扁都得㗎。Cafe Rider 得 ，Sambra 咧梗係得啦 ，Baba 咧又得啫，仲發展出日本輸出國外嘅改裝文化 Breed Style。去到90年代至千禧年代，網絡文化、個人品味分享興起，男女興趣平均化，又吸引咗另一班消費者加入 SR400 嘅懷抱，就係一眾有騎士靈魂嘅女性車手。SR400 嘅外形吸引，舒適性好，重量坐高易上手，維護頻率低，令到女騎文化喺日本擴大起嚟。一頂西瓜皮，一件皮褸或者飛機褸，一條牛仔褲加副 Ray-Ban， 右腳發力踩一踩，成個世界都係你㗎啦！同過去嘅歷史加埋，已經發展成屬於 SR 系列獨有嘅文化。對於 SR 系列嘅車主嚟講，身份認同往往比其他日系車款嚟得更深，就好似哈利嘅族群一樣，對品牌車款機械運作嘅回饋都有一套獨特嘅崇拜。呢股文化力量除咗喺日本盛行之外，仲擴展到世界各地，連本田都忍唔住手出部 CB400MS 迎下市，人人都渴望展示自己嘅黃金右腳。千禧年代可以話係腳踏車系列嘅黃金時代，不同於其他高性能車款。正正因為腳踏車獨有嘅文化圈子，所以銷量一直處於穩定嘅狀態。唯獨有一個大問題，就係環保技術落後。就算已經改用電噴，都要喺17年宣布停產。18年加裝廢棄裝置再次復活，但可以升級嘅空間已經十分有限。而呢個問題正正就係 SR400 經歷4次停產嘅主要主因。2021年，日本本土新車販售終止；2025年，泰國都宣布推出最終版本啦。
47年嘅光輝歲月正式埋沒喺科技能源突變嘅巨輪之中。就算唔係廢氣條例，都因為 SR48 嘅生產線老化、手工程序太多，點多白呢？例如引擎外殼拋光，普通版要經過3個工序去人手打磨，特別版仲黐線，要經過8道人工拋光工序打磨。所有版本成條喉需要人工焊接，組裝引擎車架都係以前必須由人手操作嘅老式工具。咁嘅工序同成本效率完全同而家嘅產能脫節。08年停產嘅時候，Yamaha想順勢接埋呢條咁舊嘅生產線。當時一班老員工幾經艱辛，先說服到一班高層將條生產線掉去高爾夫球車生產部門度。係啊，啲高爾夫球車喺條自動生產線吸，佢哋就喺隔離揼。如果你係 SR48 嘅車主，唔該，好好愛惜你嘅愛區，唔好糟蹋一班老將魂嘅心血啦。雖然40幾年嚟，大家睇佢都好似冇變過一樣咁，但其實細節上都有好多嘢變咗㗎。1978年初代 SR48 2H6 399cc SOHC 單缸風冷引擎，馬力27匹，扭力30牛米，6500轉爆發，座高810，油缸容量12升。1979年推出 SR48 SP 3X6， 座高下降5cm， 線鈴變成鑄造鈴。呢個改變令到 3X6 銷量冧樓式下跌，迫使Yamaha喺82年推出代號 3X7 用翻線鈴。1983年推出 SR48 同埋 SR48 SP 34F 同埋 34E。SP 版等於鑄造鈴，推出咗1年，散晒啲存貨就拜拜咗啦。83年首次用上音叉雙標，座高變翻810，更新半空氣前叉，更新油風鏈、路數大燈，更新指揮燈，油管優化，活塞環 cam 鏈優化，增加耐用度。同時推出7週年版，特別手工噴塗，數量稀少。1985年推出第4代 1JR， 優化針口 cam 鏈，搖臂用料。特輪軸更新塗層保護處理，提高耐磨性，油箱容量增加2升，座高下降至790，線鈴由拋光工藝轉做極揚處理，前剎車系統由碟剎變成鼓剎，新增避震套。第4代由1988至1994再多次改良，衍生出代號 3HT1、3、5同埋6。1995年因模具老化生產線停工，96年開始重啟。2001年推出第5代 RH01J， 前鼓剎變翻碟剎，化油器更新加強廢氣管理。03年加入儀能警報、油門位置感應器，尾喉口徑變細。08年因廢氣條例停產。2010年推出第6代 RH03J， 由化油器更新做電子噴注，加大油泵，增加催化同廢氣感應，馬力下降1匹，扭力下降1牛米。17年再次停產。2018年推出第7代 RH16J， 優化催化，新增廢氣罐，加大尾喉口徑，新型 ECU 馬力下降至24匹，推出40週年紀念版。2021年推出最終版本，日本本土販售終止。唔好話 SR48， 而家我哋正處於 AI 新能源崛起但又多災多難嘅 C 世代，內燃機嘅生存時間仲可以有幾耐呢？我都唔知。活在當下，仲有機會接觸內燃機嘅日子，請各位車友好好享受啊！仲有咁多位順個靚片，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撳個 like， 加埋 follow 我嘅頻道，我係 Remix Thompson，拜拜。